台湾一档大约有1万个人会得到喙腔癌。最近有一款工业研究院甲高雄荣总病院合作，用3D 列印的医材来补手术的空喙，对病人的面型中间有真好的效果。咱做伙来了解。用3D 列印的技术，竟然当帮助喙腔癌的患者。公建院南部分院甲高雄荣总病院，伫2019年进行全国第一摆3D 列印人体临床试验，因会针对每一位患者的喙腔来做出属于患者喙腔面部物，超过500摆合作实验。经过3年时间，到达已经有9位患者成功。你完全虚弱的话，你不跟他抗的话，你不去接受治疗，也不接受吃饭。什么都不吃的话，那一定的嘛，会倒下去嘛。我们这个的一个优点就是说，它是根据每个病患的一个状况去做设计的，所以它符合病人术前的外观，所以病患在术后可以很快的一个恢复他正常的一个工作。喙腔癌是台湾查甫人癌症死亡率排名第4，台湾每年大约有1万人得到喙腔癌，超过60%患者需要中建手术。若是要补喙腔内底肉，爱用到患者大腿肉甲骨头，不过手术了后，会造成患者面部歪起，其实对伊不管是生理也是生活，都有真大影响。那今天做完这个实验会去做进一步的评估，看看这样子的实验的结果，长期来讲对病人，还有实际上面过程当中，会不会在产品设计还有产品的制造上面会需要再做调整的。那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精进。这项用来补喙腔医材是使用钛合金，将伊放伫喙腔内底，帮助患者会当好好食物件，恢复面型。这是全国首例。未来公建院甲高雄荣总会继续精进这项技术，来帮助更较侪喙腔癌的患者。记者钟丽慧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